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启示录里面呢，当说哈利路亚的时候，它的意思就是赞美神。如果我们是说哈利路亚就是赞美神，大家说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喜欢哈利路亚，因为我喜欢赞美神，哈利路亚。所以你每次呢听到有人赞美神的时候，你心中就有一个回应：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阿们的意思就是我有同感，我乐意赞美神。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做活出真理。活出真理，意思是神的话语会运行在你的生命的当中。所以活出真理也代表着神的话不是死板板的只有在圣经的当中，而是非常活泼的活在你的生活里面。在希伯来书4章12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像两刃的利剑一样。哇哇哇！所以呢，你越有神的话，你生命一定会越活泼。跟你们讲，有神的话就越活泼，因为圣经说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所以神的话在你的生命的当中影响你的时候，你就有耶稣基督的眼光，耶稣基督的思想，耶稣基督的想法、做法、看法、说法。所以你的生命的里面就充满耶稣基督的馨香，耶稣基督的态度。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是走来走去的。圣经写耶稣基督是走遍各乡各城。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的主是非常有行动力的主，而且无论到哪里都有非常多的人拥簇他。他说，表示他的生命非常有吸引力。如果真理在你生命里面，你的生命应该要非常有吸引力。跟你旁边讲，你要有吸引力。要，你不会太酷的。哦，牧师，我要活出真理啊！哎呀，真理在我生命啊！你别靠近我，我很属灵啊，我属耶稣的，很 holy， 知道吗？你太世俗了，你不能再靠近我。哎呀呀呀！主啊，赦免我，赦免我！污秽的人不能跟我在一起，有罪的人也不能跟我在一起。圣洁，圣洁，圣洁！跟你旁边讲，这样太激进了，太偏激了。圣灵在你生命的里面的时候，你会非常活泼，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他与罪人在一起的。阿们。他与罪人在一起，但是他不受罪人的影响，他影响罪人。阿们。他改变罪人，他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有吸引力的人。他不随波逐流，但是他改变环境。哈利路亚！牧师呢，在国小5年级的时候呢，就已经拿到屏东县桌球的冠军。为什么会这样？你要知道，神对你一生有美好的计划。在罗马书8章28节说，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得益处。如果你爱神，万事会互相效力，而你的一生会蒙祝福，会得到神对你生命的赏赐。跟你旁边讲，我们要爱神。爱神代表着你愿意顺服神的真理。当你顺服神的真理，而愿意行出神的真理的时候，那么神的祝福会如影随形在你的生命的当中。所以诗篇65篇第11节把它写下来。圣经说，神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神的路径都有自由。所以我们活在神的真理里面，神要用恩典作为我们年岁的冠冕。神的路径，大家说神的路径都有自由，或者是念子油也可以 ，OK， 就是有子的意思，代表着在神的路径，在神的话语里面有供应、有恩惠、有祝福、有保守。前段时间我们教会在今年应该是说6月份的时候，教会有个姐妹，她的爸爸在新竹县的尖石乡开了一部货车，跟他的叔公要到尖石乡的山上去采一些草，应该是草药。那么在开车的时候呢，大概整个行经一个山路的当中，在牧师说的是，在发生事件前的将近1分钟左右，有一部蓝色的小货车就从他们的左手边这边超车越过去。而超车越过去之后呢，因为是山路，所以呢，他们的车就在那部蓝色小货车后面，就尾随在他们后面走。走一段路之后呢，前面刚好有一些路况，所以就停了下来。那么这部蓝色的小货车越过他们之后呢，拐了几个弯停下来之后，因为前面那边有一个路况，就是有上面有那个叫做石头掉下来，有一点叫做路那个石头掉下来挡在路中间的情况，
所以呢，有一辆白色的车已经停在那边，要把石头挪走。那么呢，这两部车的车主呢，都想说，反正白色的小客车，白色的车已经有主人，那个驾驶已经下来搬石头了，所以他们都在车上 stand by， 油门他叫，准备要开过去了，只是没有熄火而已，准备要开过去就对了。结果呢，当白色的车的车主把石头挪开，车子开过去之后，过了不久，应该是开过去之后，他们车上这部蓝色的小货车就尾随，立刻过去。当立刻过去的时候，就山崩了，走山，哇，整个垮下来。而那部蓝色小货车就被那个石头推到山崖，然后掉下去30多公尺深的山谷里面去。就是在想说，这部车子掉下去的时候凶多吉少，而车里面的主人呢，竟然从山底爬上来。过了半小时，而这个掉下去的呢，是我们组内的弟兄甘志明小队长，他是一个警察 ，OK。但是呢，我们组内这个姐妹的爸爸跟叔公，他们全家就因为这个姐妹在今年年初受洗，在今年年初受洗的时候呢，她的受洗的状况是这样子。他早在去年就预备要受洗了，打电话跟他爸爸讲，或者是面对面跟他爸爸讲的时候，他的爸爸说：“如果你去受洗，我就跟你断绝父子关系。”他跟我说：“牧师，如果我受洗，我的爸爸要跟我断绝父女关系，该怎么办？”我说：“孩子，稳住啊！牧师说的是，如果你爱耶稣，这事情会水到渠成，你先稳住。如果今年12月不能受洗，就等明年2月了 ，OK。”所以他说好，我预备。但是他觉得神的同在，那个满足，那个喜悦，那个保守，那个平安，不断在他生命的当中。所以他虽然12月没有受洗，但是心里面常常为家里祷告。他说：“主啊，我要成为家里的祝福，因为圣经应许我，当信主耶稣，我和我一家人都必得救。当信主耶稣，我和我一家人都必得救。哦，主啊，让我成为祝福的管道，来祝福我的家人，来祝福我的家人，来祝福我的家人。”所以就在祷告的时候，他想起了第一个想到的是他的阿公。他的阿公因为长期抽烟，所以呢，整个肺部已经应该是说肺炎非常的严重。所以呢，他说今年的过年，他的阿公是在加护病房经过的。就是说他们过年大家都在家里面围炉的时候，他们家是全家人聚集在医院的加护病房等阿公的。但是医生判定他的阿公如果好，也没办法好好走来走去了。而且呢，这个病呢，在阿公的身上呢，可能恢复的情况非常的渺小。但是他祷告，结果他说：“牧师，我阿公现在健步如飞啊，而且可以四处走透透啊。神的医治成就在阿公的身上，哈利路亚。”另外一个他心里想到的，为家人祷告的时候，他想到他的二叔，因为呢，阿公在整个年迈的过程当中，家里有非常多的祖产。那么呢，二叔呢，在前一段时间，应该是说大概1-2年前。1-2年前已经跟爸爸吵着要分家产了，但是小时候这个姐妹她的叔叔非常的疼爱这些孩子们，了解吗？通常呢，孩子们跟长辈的关系是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长辈跟长辈的关系哦，知道吗？就是他的爸爸跟他的叔叔的关系。所以有一段时间，因为争家产的关系，叔叔跟爸爸的关系不好，但是他心里面纪念的叔叔，常常说：“主啊，你来祝福我，也祝福我的家人，让我的爸爸跟我的叔叔非常的好。”接着这个祷告呢，在今年这个过年之后呢，他说：“牧师，超出所求所想，我爸爸呢现在跟我叔叔非常好，最近常常呢一起出去运动，而且骑脚踏车。从前还没有骑脚踏车的时候呢，他们2个人就是兄弟，但是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好。现在竟然有脚踏车，还常常约出去，哥来骑脚踏车啊！他们2个就出去玩了，哈利路亚！跟你们讲，关系就恢复了。所以我们这个姐妹就很感谢神。他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其实他内在生命有一个非常自卑的想法，因为他的哥哥在他小的时候，应该是说他之所以会出生，是因为他们这个家本来有一个姐姐，有一个哥哥，但是哥哥在小时候过世了。他的妈妈为了想说，我们家的男丁过世了，应该要生一个男生下来，所以呢就生了他，结果不入在期待里面。他的妈妈本来想说生下来是男生，结果是生下来是他是女生，所以不得已就在他之后还生了一个弟弟，现在国小5年级。所以他的妈妈一直在想，如果我们这个女儿生下来那时候是男生，我就不用再为了这个国小5年级的男生背老命就对了啦，拖命啦。
所以有时候遇到环境压力的时候，常常会诉苦，会抱怨。你那是查甫不知道多好诶。所以我们这个姐妹在心里面常常想：我是多余的，我是我们家的拖累。如果我生出来是男生，我妈就不用那么辛苦。但是我是女生啊，所以我妈妈会那么辛苦，都是我害的。她是个很漂亮的女生哎，但是她的内在生命里面常常告诉自己，她是拖累，她是多余的，她是使家里面难处的一个关键。但是来到神的面前，我常常说：孩子，你是家里祝福的管道。跟你们讲，你是家里祝福的管道。在诗篇127篇把它写下来。诗篇127篇第3节，请翻开这个经文。诗篇127篇第3节，现在讲神的真理哦。你要让神的真理放在你的心中，留在你的心板上，要刻在心板上，要活在你的生活的当中。要知道，你在这个家不是偶然的，是神在这个家的祝福。所以你每次看到自己，你要知道，你不是偷油品，你也不是残累，你是祝福，你是神在这个家的赏赐。哈利路亚，阿们。所以翻开诗篇127篇第3节，翻到了说阿们。请大家大声念，预备起。跟你旁边讲，你是家里的产业，你是神给这个家的赏赐。牧师要说，如果神给这个家有这样子的产业，神给这个家有这样子的赏赐，表示神在祝福这个家，阿们。而你就是神祝福这个家的赏赐跟产业，你是祝福。你了解牧师意思吗？所以永远不要小看你自己，你是这个家的祝福。而我们在座的当父亲的、当母亲的，你要知道，儿女是神给你的赏赐跟产业，对你的儿女千万不要太操心。跟你旁边说，关心不要操心。很多时候，牧师要讲，最近呢，我辅导一个家庭，这个妈妈是在台北一间大公司的 CEO， 非常的卓越，但是在年轻的时候生下 baby 以后，就跟她的丈夫离婚了。她心里想，我是 CEO， 我绝对可以独立抚养我的孩子，很强啊。跟你旁边讲是女强人。问题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她的孩子在长大。长大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的儿子也常常用那种男强人的口气跟他的妈妈讲话。他说他最近受不了了，有一件事情是他的儿子跟他的好朋友出去吃 ice cream， 吃 ice cream 的时候呢，被那个 chocolate 那个巧克力汁沾到衣服，那件衣服他觉得他的儿子很珍惜那件衣服，结果就说他打电话说：“妈，我的衣服被巧克力沾到了啦。”他的妈妈呢，听到说，那巧克力沾到，你就用什么东西泡一泡、搓一搓，难道就干净了吗？他的儿子竟然在电话中，一定会干净吗？你保证吗？你保证一定会干净吗？他心里想说，在做什么？但是过去他突然想到，他过去跟他儿子讲的就是非常绝对的话，一定是这样，立刻做。难道他儿子，你改得起来吗？你绝对可以改吗？现在儿子用同样的口气来反弹了，跟他说。他说：“牧师，你知道吗？我一个下午接了我儿子20几通电话，就在问我这个巧克力沾在衣服能不能绝对干净。”我受不了了。我说：“你这个做妈妈的，你在做什么啊？”然后他就跟我说：“牧师 ，sorry， 我觉得我要跟神忏悔，我过去呢才把我儿子的重担放在我身上了，我太操心他了，所以呢，以至于呢我在跟他的互动的过程里面非常的强势。”事实上，我好像在很多事情都很强势啊。现在我来到神面前，我不能再强势了，我要柔软。跟你们讲，到神面前要谦卑，要柔软。所以当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讲，我说：“姐妹，你知道吗？现在我知道你对这个儿子跟你的互动，你感到很伤心，或者是你感到很为难。但是我首先要说的是，这个儿子在你的家绝对是祝福的管道。阿们。你要相信这个孩子在神的手中有美好的未来，神必定带领他。而儿子的一生有神的同在，神必保守他前面的道路。哈利路亚！他必青出于蓝胜于蓝。跟你旁边讲，你会青出于蓝胜于蓝。我看得出来。跟你旁边说，我看得出来。你的爸爸妈妈很卓越，你会更卓越。哈利路亚！用掌声献给耶稣哦！阿们，阿们。所以我就跟这个姐妹说，姐妹有一件事情。
在圣经的原则里面，做父母亲的要照神的原则来教养你的儿子 ，OK？ 然后关心不要操心。现在讲2个方向。如果你是一个爱神的基督徒，或者是爱神的属神的百姓，牧师要说你要交托给神。所以当你关心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交托给神。当你把它交托给神的时候，你关心就会进入放心。跟你旁边讲，关心会进入放心，放心会进入开心。但是如果你关心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把它揽在自己身上呢，那么那个关心就会成为操心。跟你旁边讲，关心会成为操心，操心会成为忧心，忧心会成为伤心。好，牧师，为什么有2个方向在走呢？第一个，因为你关心他之后，你把他交在神面前，交托给神，那么耶和华必成就你所交托的事，你就能够放心。所以耶稣基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就近我，我要让你轻省。”阿们。所以你就要交托给神，要试着把你的重担卸给神，你就可以轻省。你轻省，你就可以放心。当你放心的时候呢，就能够进入心里非常的开心，因为你知道神在这儿子身上，在这女儿身上，绝对有美好的计划。哈利路亚！问题是，如果你把你儿子、女儿的这样子的一个难处放在你身上，一直有一个那个叫做操心、关心到一个阶段过头了，你发现哎呀，好操心呐！牧师，我好担心这个孩子。我说你越担心就越苦了，你越担心就越忧心呢，越忧心就越伤心呢。因为你把你儿子的重担揽在你自己身上。要知道，儿女是神赐给你的产业，是祝福。所以看你的儿女，你会把祝福看成忧心吗？你会把祝福看成操心吗？你会把祝福看成担心吗？跟你朋友讲，你不会这么看。当然不会这么看啊！给你200万啊，好操心啊！200万怎么花啊？哎呀，神给我的产业200万啊！给你2000万，哎呀，好担心啊，忧心啊！这个2000万不晓得怎么用啊，是神给我的产业，神给我的祝福，好忧心啊！圣经已经告诉了，圣经已经很明白的告诉你，儿女是神赐给你的产业 ，Amen。所怀的，但是蒙耶和华所得的赏赐 ，Amen。如果神给你产业，神给你赏赐，那就是祝福啊！祝福你就不用担心了，就不用操心了。如果你越担心越操心，你就会越伤心。但是如果你关心之后，你能够把它交托给神，你就能够放心。放心之后，你就能够开心了。哈利路亚！我们这个 CEO 听完就说：“牧师，从现在开始，我不要再操心了，我关心他就好了，我把它交托给神。”我说：“姐妹，你这样子就对了。我们来祷告。”一祷告完，他说：“我想通了，把他带到教会就可以放心了。”说：“那就对了。”哈利路亚！跟你旁边讲，交托给神。就可以放心，神会引导他的一生的。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父母亲某个时候会遇到一个难题，那个难题就是牧师，如果我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面遇到教育的问题，又遇到教会服侍的问题，我该怎么取决？该怎么决定？牧师跟你说，原则上都可以，2项都可以并顾，重点在于时间管理。跟你们讲，2项都可以兼顾，重点在于时间管理。在我们教会的 CRPC 的年轻人当中，你会说牧师，你们教会的大学生啊，真的是这样子。我们大部分都大学生，90%以上都大学生 ，OK，95%以上。然后呢，他们现在呢是礼拜1要练敬拜团，礼拜2要练舞蹈，礼拜2到礼拜4中间一定会参加一个小组，礼拜4晚上会来参加教会祷告会，礼拜5会参加教会在台北火车站的大聚会，礼拜日的下午会参加在金站举行的教会主日聚会。1个礼拜有5天在教会以上。难道我们的孩子跟我说，牧师，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应该是说，我又不是 full time 在教会，我只是分别为圣，把时间分别出来亲近神而已。跟你们讲，分别为圣，把时间分出来亲近神。所以今天我们刚刚博智牧师讲的是对的，你来到神面前，你来到教会，或者是你来到小组，你来到团契的第一件事情是亲近神，而不是亲近人。当然你不用太酷了，难道你在1楼的时候看到你的弟兄姐妹，你就很酷？他说：“嘿嘿嘿，不行，我要亲近神，不能跟你打招呼。”跟你们讲可以打招呼，但是要对神有渴慕，要赶快来到神的殿里面 ，Amen。不是打招呼之后2个在那边闲谈，知道吗？跟你们讲，要把时间分别为圣，专注在神身上。
OK， 所以呢，我们这个姐妹呢，牧师要讲的是，当我们的儿女是在神的手中，儿女是这个家庭的祝福，你要用神的眼光来看你的儿女，阿们。而我们这个姐妹呢，她是在这个家庭里面开始，我说你是家里的祝福的时候，你是家里的祝福，她开始宣告主耶稣，我从现在开始，我是家里的祝福。若有人在基督里，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把它记下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他说，我现在在耶稣基督里面，我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过去我觉得我是家里的残累，我是家里的拖油瓶，现在不是了，我是家里的祝福，我是家里的祝福，我是家里的祝福。哈利路亚！所以开始不断的为家人祷告，开始不断的为家人祷告。哇，神垂听那样的祷告，叔叔跟爸爸的关系恢复，阿公医生觉得没办法好的，竟然好起来，是吐龙拉泡。这个时候他为家人祷告的时候，竟然坚持乡走山的时候，他叔公跟爸爸所开的车，那天为什么会那么清楚呢？是因为他爸爸跟叔公所开的车，车上有行车记录器，而那部绿色那个蓝色的卡车越过去的时候就照到他了，了解吗？然后他过了几个弯之后就停下来，还照到前面白色小货车，而白色小货车的车主下来搬石头，一搬开走的时候，他们都停在车上，了解牧师意思吗？然后呢，那部蓝色的甘志明小队长所开的车就开过去，结果就走山了，压下来了。那时候新闻还没有报出来，新闻是在6月13号台视才播出来，而6月11号就发生了。而6月11号那天发生的时候，他的爸爸在车上就说，他的叔公说：“跟退啦！”为什么要退？往前就会被走山压到了啊，当然要往后退啊。所以呢，就把那个行车记录器拿给了里面的影片，拿给了他的女儿。而我们这个姐妹呢，就把它铺在 Facebook 上面 ，Facebook 就被拉到 YouTube 上面 ，YouTube 就被台视发现，台视就搜寻到这个线索，然后去找尖石乡发生的这一个走山的事件在哪里，然后又访问到走山之后掉下去的那部车是谁，才知道原来是甘志明小队长。而甘志明小队长那时候，他们就采访甘志明小队长说：“甘志明小队长，你那时候当走山的时候，你在车上，你心中的感受如何？”他说：“我只有把我的手握住方向盘，说上帝啊，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了。哈利路亚！”而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心里想说：“主啊，谢谢你派甘志明小队长，就像天使一样护住了我阿公、我爸爸跟我叔公的车。”了解这意思吗？好像神大能的手，一个天使就派过来，拦在他爸爸跟叔公所开的车的前面，堵住了这个伤害，保守了他爸爸跟叔公，避免了这次的伤害。哈利路亚！跟你旁边讲，你爱神，会得到神的保守。用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你说牧师，这是偶然吗？不是，神美好的计划。当我把这个消息一传出去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另外一个弟兄他说：“牧师，我有个见证。”他说：“弟兄，请说。”他说：“我的岳母，他们家是住在南京东路，在台北市的南京东路。所以呢，他的岳母呢要去办事情的时候，他岳母有一件事，很多事情要办，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他是骑脚踏车到南京东路的捷运站，先把脚踏车停好，然后坐南京东路站的捷运，然后就坐到忠孝复兴，然后会坐到板桥去，再坐那个板南线到板桥。”就是有时候要办事的时候会到板桥办事，就这个路线。有一天，他的岳母呢骑着脚踏车，是岳母从家里没有离开，要去板桥办事，所以呢就骑着脚踏车去到了南京东路站，然后呢就把脚踏车锁在南京东路站的某一个地方。之后呢他就去坐捷运了。坐完捷运之后要转车到忠孝复兴的时候要转板南线，就坐到了板桥。那么呢，就把事情办好。办好之后呢，又回来的时候呢，就从板桥再坐捷运回到忠孝复兴。过去大部分他的岳母出去办事情，回来的时间大概是下午5、6点。5、6点的妈妈怎么还没有回来？赶快 call 妈妈。于是就打电话给妈妈：“妈妈，你还好吗？”她说：“我该好啦，就多熊哦。我冲起来到忠孝复兴的时阵哦，紧一个都坐唔到便宜啦。”这一个科技大楼那边去，因为呢，有一方面是中山国中那一个方向，一方面是那个动物园那个方向。他说他赶上来的时候太急了，于是就坐错方向了，就坐到科技大楼那边去了。结果呢，再从科技大楼下，因为那个时候是下班时间，所以这样往返大概蹉跎了将近半小时。OK， 好了，过了半小时，
你知道吗？特别是科技大楼那边，还有大安站都是这样子，他们的那个门很小，而且那个木栅线应该是说那个叫做文湖线的连接，那个车厢很小，然后呢人在挤哦，有时候挤不到进去，还是要等下一班啊。所以总而言之，蹉跎了将近半小时。于是呢，就打完电话之后呢，他的妈妈就说：“我现在平安带我就回去了啦。”坐车回到南京东路站。一到南京东路站，去到他所要看的那个脚踏车的时候，发现，嘿，脚踏车烂了，脚踏车烂掉了，被撞烂了。怎么会这样？还有警察在那边做笔录，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于是警察就说：“阿桑，这台车是我的，这摆用弄落去啊嘞！哦，伊讲是安尼啦，拄好有一台迄个粪扫车。”粪扫车的司机要来收粪扫，结果呢没有，粪扫车的司机以为下来就立刻上去了，结果竟然忘记拉手刹车，还放空档，结果这台粪扫车倒退路，就压烂了你的脚踏车跟旁边那台摩托车了。讲这到底是什么时阵发生的？拄啊半点钟前，哎呦，半点钟前就好像是我刚刚坐车，如果我坐对了车，有可能我刚好就在那边开钥匙。难道笨车车在那边？谁知道笨车车会倒退路啊？我就在那边开钥匙，结果他有可能就在那时候撞回来了。哎呀！若不是我坐错车，有可能我就被笨车车压倒了。警察先生就在那边开那个记录。哎呦！我讲吼，咱这吼拜拜吼，就是有得保庇啦。伊讲警察先生，我不是拜拜啦，我信耶稣的啦。呀！就在这个时候，跟你们讲，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笨色恰司机走过来，姐妹，我是主内弟兄啊，谢谢你啦。若不是你的脚踏车停在这边，我的笨色恰倒退路的时候，就会冲进去民宅，会压死人呐。感谢神，让你的脚踏车停在这地方，让我的那个笨车车撞烂了，挡住了。哈利路亚！用掌声献给耶稣啊！一件事情发生，竟然带来那么多的祝福。所以牧师要说的是，你是爱神的孩子。有时候在我们教会里面，年轻人遇到很多的挫折、情感的问题、学业的问题、跟父母亲互动的问题。牧师跟他说：“孩子，你爱神吗？照着神的真理去做。”神必改变那个问题，阿们。如果你愿意降服神的真理，你愿意顺服神，活出神的真理，那么神就能够帮助你改变那个环境。最怕你妥协了，最怕你随波逐流了，所以你要坚持真理，活出神的原则，阿们。牧师的教会最近有一个老师考上了大安高工，成为大安高工的老师。那么其实这个过程非常的不顺利，但是神还是让他顺利考上大安高工的老师。牧师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过程。今年大安高工有开老师的缺，于是呢，他兴致勃勃说：“牧师，大安高工，还有木栅高工，还有内湖高工，今年都有开班要老师，我一定要成为老师。”我说：“太强了，太强了，太强了！我们来祷告，我们来祷告，耶！主啊，祝福这个孩子，让他顺利进入这个职场，成为这些孩子的祝福，成为这位高中生的祝福。主啊，大的时候我们这个孩子，谢谢主，赞美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结果大安高工考完落榜。在大安高工考完的时候呢，第一个他们有初试跟复试，他初试考完，笔试考完就没有进入复试了，知道吗？哇，成绩后来说牧师，对不起，我连复试都没有进。我说没有关系，向着标杆直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过了不久，考木栅高工，笔试考完又没有入复试，哎呀，我说牧师。我说没有关系，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这时候呢，大安高工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大安高工呢，他们进入复试的学生呢，他们本来预计要争取老师，结果呢，复试之后，他们还是觉得所有的复试的老师，他们都觉得不录取，所以大安高工第一次考试的时候重缺，但是还是需要有人，就没有选择老师，就重缺了。而木栅就有老师争取，就进去了。内湖高工是他的母校，他是读内湖高工，然后读勤益
勤益工专，然后再回到台北科技大学读研究所 ，OK， 所以他是台北科技大学研究所毕业，然后他就读内湖高工，到内湖高工觉得没有问题，因为它里面有那个人脉，而且呢整个环境都非常好，结果还有更有人脉的，所以整个内湖高工考完的时候，他是内湖高工备取1，跟你们讲备取1等于没有录取啊。备取有什么用？正取就人家就去就报名了，所以他就说是 sorry， 3个都没上，真的是输1次失败1次就够了，失败2次，失败2次就够，还失败3次，他整个信心都跌到谷底了。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教会呢有几个高中生女生，暑假期间呢有暑期作业，然后呢在聚会完之后呢，他就说。那个哥哥，你那个数学怎么样？他说我数学还可以啊，可以教我吗？事实上，他那个时候是一个低潮，他觉得这样考过来，因为也有公司已经邀请他去上班了，但他心中的渴望是要当老师。但是问题是，当老师考3次都没有考上啊，所以公司有人邀请他，他想说要下周进入那个职场了，还在挣扎，还在思考的时候，有教会2个孩子跟他说：“哥哥，那这个数学你会不会算啊？”然后呢，他就说好，数学我应该 OK， 我看一下。于是就在教，这个教完，那个又跑过来，又教完。他回到家，好像神的灵在触摸他，说：“孩子，你看见你有感动，你有感觉到今天晚上你在教这些孩子的时候，你心中火热吗？你要继续冷淡退缩，还是再次眺望那个心中的梦想，让它火热起来？”他说牧师，那是我生命的第一个转捩点。我说主，我要再去考，如果有机会我要再考。所以之后那天晚上一睡醒，早上的时候开始认真读书，这是第一个转捩点。第二个，跟他一起去考试的另外一个同班同学，也是屡次考试都没有上，但是这个同班同学考试很厉害，他每次考试都有进复试，只是没有录取而已。所以呢，有一天他们在读书的时候呢，他们都一起去图书馆。结果读书的时候呢，他在算一题那个题目，结果那个跟他比较好的同学就说：“这题不会考啦，上次考过了，这题不会再出了啦。”然后他就走了。他心里想说，一方面有一个想法是说，对啊，这题考过了，下次可能不会考，我干嘛花时间在这边算？但是他说圣灵感动他，既然你不会，把它算会；既然你不懂，把它弄懂。他说有一个感动。他就说好，不管，反正这题我上次没有考对，我这次反正不管有没有考，我还是要把它弄懂啊。于是呢，他就把它算懂。结果大安高工开始要开始那个要考试的时候呢，他去考，就是考这一题耶。所以呢，他就这次笔试的当中，就是笔试里面第2名。那么大安高工这次要录取3名，所以第2名就进入了。然后他进入他说牧师，我上午的笔试第2名。我说那你稳上的了。因为过去我对这个孩子的经历，就是他的视交跟他的演练很强啊，这个孩子的视交跟演练非常强啊，我觉得百无一失。结果呢，他下午演练的时候，下面的主考官出一个问题，他说：“牧师，我答不出来。”我下午问他说：“你今天下午笔试一定很顺，那个演练一定很顺利吧？”他说：“牧师 ，sorry， 我最拿手的失败了。”在老师所出的题目当中，有一题我完全不会，因为那一题就是这里是正就是负，这边负就是正，就是正极负极，你错就错了，了解我这意思吗？但是他就是不会，他说我不确定，所以我也不能确定说这个地方是正极，这边是负极，所以他到后面他跟所有的试卷老师前面的那个教授跟校长说，这一题我不会，但是在我以后教学之前，我会去图书馆，我会找到所有的教科书，把这一题弄懂。所以他面对问题的解决，就是我会去图书馆找解决，然后再把参考书找到。在我教学之前，我要把它弄懂，但是没有就是老师的问题没有解决就对了。所以呢，他就牧师就这样子，我的试教没有成功，在那么多题里面有一题我完全不会，我还在考虑，因为就是不会嘛，就是不会，就是没有标准答案嘛。所以，因为我在想说，正极在这边还是负极在这边，反正就是到后面不敢讲，所以就是没有讲。之后就说，我会把这题弄懂，然后呢，在教学之前，我会去图书馆，我会去找参考书，把这一题弄懂。
我们就说，我们开始来祷告，说主啊，这孩子爱你啊，要在人在神面前得恩宠，因为那个是一个试教，所以是属于面试。了解牧师意思吗？面试就有面试的分数。结果呢，放榜，他那一天那个要出门之前呢，就先上个网，大安高工的放榜还没有出来，他就出门了。结果内湖高工的老师打电话说：“瑞佳恭喜！”他心里想说：“老师，你恭喜我是恭喜我没有上是不是？”就说：“你上了，你上了。”我说：“真的，真的，你没有骗我，真的你上了。”于是，一看正取3，总共就正取3个，调查位啊，调查位录取啊。哈利路亚！打电话给我说：“牧师，我可以当老师了。”我说：“情况怎么样？”我调查位，感谢主的恩典。我最拿手的竟然我失败了。我最不拿手的，神帮助我成功，所以我就说：孩子，你要稳住，你要知道，你看你当老师是回应你，神回应了你的梦想，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看你体会到神的大能，体会到神的恩惠，阿们。要更爱神，跟你旁边讲，万事互相效力，会叫爱神的得益处。用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所以，当你的生命活出真理的时候，你就成为家里祝福的管道。现在牧师要说的是，我国小5年级开始成为桌球队的选手之后，我就拿到冠军。国中的时候，你应该那时候比我高。牧师跟你讲，我国小毕业的时候，身高只有136，国小毕业，那就表示我国小5年级的时候，那就更矮了，对不对？但是刚好就拿到冠军啊。所以呢，国中的时候，弟弟你过来，你过来。我看起来你可能比我高，你现在多高？知道。他国2。不要灰心，你跟牧师一样，会很卓越的，阿们呀。好了，你过来了，弟。现在呢，想象他是国1，好不好？牧师跟你讲，国1我差不多这么高而已，国1就是刚到学校去啊。那时候呢，我们国中啊，国2、国3，因为我国1对不对？国2、国3的身高都17几、16几的，好不好？好，想象我现在有16几，难道你有16几吗？好，16几的站起来。有170的吗？170的，17几的，你17几啊？你站起来啊！你也站起来啊！啊，你也站起来啊！好，过来。注意，我们1、2、3、4、5，1、2、3，我们6个，各位同学，我们6个是东港国中校队。我是东龙，我们是那个国小，我们是住东港就对了，让我们住东港国中。那么东港国中呢，那时候大概是全屏东县的国中组大概前4强，但是自从有了他加入以后，声势凌人啊，知道吗？呀，因为那时候他是国小5年级冠军啊，6年级每次分龄赛都常常拿冠军的啊，前4强就对了，很强啊，太强了。我们国中太棒了，我们东港国中有他加进来，太强了吧？呀，主将啊！牧师讲，这是演牧师小时候的感觉，了解吗 ？OK， 主将啊！所以呢，那时候呢，我们现在要去比赛，要到仁爱国小比赛。仁爱国小那边，我们要到屏东市仁爱国小，或者是公正国中、中正国中的那个礼堂，然后我们要走路。我们那时候呢，我们的学长就说：“你走前面啊。”那时候呢，学校的服装那个外套啊，冬天的外套一穿啊，都到膝盖。然后呢，手上拿着桌球拍，了解吗？好，你感觉你有拿桌球拍过吗？好，感觉拿，不然就这样子拿了，好不好？感觉拿那个跑那个叫我们的那个，好了，就拿一本书了，夹在这边，好，往前走啊，你往前走就对了。而我们所有呢，比他高的呢，也是学校的足球队哦，但是全校现在他最强，了解吗？你走前面，我们走后面。你知道吗？不知道讲，神的意念包括我们的意念，你都不晓得神怎么使用你。但是就是你愿意在神的计划当中在走的时候，神就能够被高，你的生命就能够被高举。
现在牧师要说的是，那个是牧师一个成长的过程，也因为有这样子一个表现，是身高不高哦，但是在我们社区里面1、2、4个孩子，好像就是会跟在我身边，成为我的好朋友，而我就成为一个那个叫做好像有一个我不是大哥，但是就是有一个影响力的人，就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我无论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无论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到现在哦，还是一样，他们只要知道我回家，现在在我们家至少还是会聚集大概20个人左右，都结婚了哎，还带太太来我们家哎，还抱孩子来我们家哎，做什么？要跟我在一起。那时候呢，牧师来到教会，我高中的时候，我国3到台北去，然后高中又回到我们屏东。那时候我到屏东的时候，我们这些好朋友，那时候我来到教会，他们就说不要去教会啦，这个时间是我们逛街的时间呢，逛街可以9点半来找我，就这样子。所以呢，牧师说的是，你跟你的好朋友不会因为你相信主之后，你就跟他们格格不入，他们依然是你的好朋友，但是你已经有一个分别为圣的时间，你要献给神的。哈利路亚。过去牧师跟他们在一起，我还没有那么爱神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我们国中国小的时候，那时候东港呢那个礼拜6是我们的夜市时间，雅琪亚，我们可以从7点呢，咱们压马路，我走到他们跟在哪里，那个走到11点多才回家。对，在路上就有时候就买一个 Olen 啊，买一个 N 城啊，知道吗？买一包咸酥鸡啊。就这样晃哎，但是大家都喜欢在一起，大家都喜欢聚在一起，但是好像很没有目的，漫无目标，就这样晃来晃去。礼拜6晚上，真的自从我爱神之后，我说晚上的时间到9点半之前都是神的，我要来到教会，我要敬拜神，我要爱神，阿们。当我把我的生命，应该是说，当神吸引我的时候，我有把时间分别为圣的时候，生命不断的提升。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晚上在看电视的时候是看霹雳布袋戏，那时候都看霹雳布袋戏啊。但是自从我爱神之后，我想说我不能再看霹雳布袋戏了，我要看 Discovery。所以连戏剧、看电视那个品质都提升了，但是他们就说麦克看 Discovery 啊，我就说我要看 Discovery 哦。所以全部的人都安静跟着我看 Discovery， 有的就在那边打盹，有的就觉得无聊。但是总而言之，时间到 Discovery 看完就说好吃火锅，全部就跟我吃火锅了。所以牧师说的是，你爱神，你的生命会充满影响力。阿们。如果你的生命那么活泼、那么热情、那么正面、那么积极，有神的眼光，有耶稣基督的说法、想法、看法、做法，你生命就会带着耶稣基督的馨香。你无论到哪里，就能够散发那个芬芳。大家都喜欢跟你在一起，他跟他在一起，每天到晚说惨啊，嗨呀，没法度啊，今晚就惨没，这做什么？每次跟你在一起，他说不好事还在后头，有没有事情一定会发生？还有更好的，还有更好的，还可以更棒，还可以更美，还可以更好。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是更高的、更好的、更美的、更棒的。哈利路亚！跟你朋友讲，这是神对你的计划，好事还在后头。所以当你爱神的时候，活出神的话，活出神的真理的时候，神能够借着他的话与你同在，而且保守你。圣经说，因为神的话，你遵行神的律例诫命典章，神就与你同在。在约书亚记第1章，把它翻约书亚记第1章。当约书亚带领200万以色列百姓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那时候很惶恐，因为刚从摩西的手上接到这个权柄的职分，所以他就想：我如何带领200万人进入迦南地呢？我怎么可能？而且前面是约旦河过去是迦南地当地的居民还有亚纳族人还有早期我听过的那些高墙还有耶利哥人在那边我怎么能够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我怎么能够进入迦南地？就在这时候，神知道约书亚心中的惶恐，神知道约书亚心中的胆怯，就在约书亚记，我们看约书亚记第1章，神就对约书亚说话了。约书亚记第1章。哈利路亚！我们直接来看第6节，翻到了说阿们，一起来念一遍。7，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
赐给他们的地。第7，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跟你们讲，遵行神的话语，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第8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一切的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跟你们讲，遵行神的话语，谨守遵行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第9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跟你们讲，遵行神的话语，神会与你同在。这就是神给约书亚的一个应许。他说：约书亚，你不要胆怯，你不要害怕，遵行摩西所吩咐的话，遵行我吩咐摩西所吩咐的话，遵行摩西所吩咐的话，不要偏离左右，我必与你顺利，我必与你同在，要让你凡事顺利，凡事亨通。哈利路亚，有神的同在。但是牧师跟你说，牧师，我凡事顺利，我凡事亨通。那个顺利跟亨通在原文里面指的是 successful， 意思是你的成功。当你面对成功的时候，并不是没有拦阻，了解吗？什么叫做成功？什么叫做得胜者？有时候我们讲说，牧师，我就是一个得胜者。跟你们讲，打败敌人就成为得胜者，解决问题就是得胜者。所以你能够成为得胜者之前，表示你打败过敌人，表示你有敌人，了解不是这意思吗？你成为一个得胜者，是解决问题的人，你能够解决问题，表示你之前有问题。Amen。所以神要帮助我们成功的旅程，并不是说一定是一帆风顺，没有任何的拦阻，会有拦阻，但是我们得胜有余。哈利路亚！跟你们讲，有拦阻，我们得胜有余。所以因为约书亚谨守遵行神的律例诫命典章，神就与他同在。神知道你是不是与他同在，因为你越遵行神的话，你越能够听见神的声音，越能够知道神的心意。当神的声音跟神的心意在你心上的时候，你就能够怎么样？你就能够走在神的真道里面。那你说，牧师，但是我好像我前面的道路，我不晓得我前面的道路该怎么走，我应该怎么走呢？请你翻开腓立比书3章。很多人在面对未来的时候，他很惶恐，他不晓得该怎么面对他的未来。但是牧师跟你说，神给你计划好了，你绝对是天生赢家。跟你们讲，你是天生赢家。请看腓立比书3章12节。有一个原则，你要成为神活出神的真理的时候，有一个原则你要守住的。腓立比书3章12节到14节，翻到了说阿们。保罗这么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这本圣经如果是你的，请把竭力追求圈起来。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得来的奖赏。把奖赏圈起来，跟你们讲，神已经预备好奖赏，要等你来得着。所以你绝对是一个得胜者。奖赏的意思，圣经里面讲奖赏的意思是讲一个马拉松的人，现在跑了一则很长的路程。现在他通过了终点，所有的观众在那边就献上那个奖赏。所以神预备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得胜者，神预备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奖赏，阿们。但是我们如何能够成为得胜者呢？4个态度。第一个，竭力追求，跟你们讲要认真，要用心。所以这边讲到竭力追求，是你付上了所有的心力，要去追求，要去得着这个奖赏，表示你内在对得胜有渴慕，对成功有渴慕，对梦想有渴慕，了解吗？很多时候我们有梦想，我们有理想，但是那个梦想跟理想的渴慕，我们有，但是没有专注，太分心了。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所以竭力追求之后会有3件事情要做。第一个，忘记背后，跟你们讲忘记背后。什么叫做忘记背后呢？或者是什么是一个没有忘记背后过的人？我们是把它解下来。一个没有忘记背后的人，他的生命常常是怎么样？第一个，他认为发生在生命上的错误都是别人的错误，一直责怪别人。孩子，你可以更好，不可能了。我今天会这样子，是因为我爸爸妈妈害的，是因为我国小的老师害的，是因为我的学校害的，是因为教育制度害的。
我今天会这样，全部都是别人害的，全部的错都是别人的错，不是我的错。这样子的人是一个活在过去的人，了解牧师意思吗？呀。第二种是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没有忘记过去的人呢？是所有的错都是我的错的人，他把所有的过错揽在自己身上，而这样子的内在生命就是一个自卑的倾向。这件事情会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我们教会那么糟也是我的错，我的同学、我的学校会那么差也是我的错，我的朋友会那么差也是我的错，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把所有的错揽在自己身上的人，而这种人表现在行为的部分，就是常常有罪疚感。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已经得到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阿们。在约翰一书1章9节说：“人若认自己的罪，把它写下来。”约翰一书1章9节，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必要赦免他的罪，洗净他的不义，阿们。所以神已经洗净你了，但是他比神还公义哦，孩子。牧师要跟你讲，在我们生命的旅程里面，你不会绝对对，你也不会绝对错，你知道吗？所以现在讲的这两种态度，就是那种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这不对的。你可能应该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有你不足的地方，你应该要调整，阿们。但是也不是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可能是这个错的当中的一部分，知道吗？所以你不要把所有的错都揽在自己身上。但是就是有这种人，他从来不会认自己错的。有错都是别人的错，就是有这种人。还有另外一种人，就是他也不会怪别人，有个自虐的情况，他就是我错都是我错，今天这个事情会弄到那么糟都是我的错，所以会自己控诉自己，控告自己。而这个常常显现在生活的当中，就是他没办法原谅自己，他常常自我控告。跟你们讲，那个人不是你。哦，真的哦，不要每次有时候在读书读到一半说想到那个男生。我错了，你上次做错，但是问题是你已经认罪了，我还是很错。不，神已经赦免你了，不，我还是错。跟你们讲，不要比神公义啊！呀，所以呢，一而再，再而三，那个控告，让那个犯错的软弱，好像撒旦魔鬼一直在提醒你，你错了。如果撒旦魔鬼提醒你，你错，你要说我已经在主里面承认我的错，我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哈利路亚。牧师最近才辅导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大概半年前来到我们教会。她来之前就跟我说：“牧师，我有一件心事，我有一天会跟你讲。”我说 ：“OK， 反正现在没有跟我讲没有关系，反正想要跟我讲就可以跟我讲。”结果我们这个姐妹是同性恋，然后她之后，她在上个月而已，上个月，她跑来跟我说：“牧师，有一件事情，每一次我读到神的话，我就扎心。我特别是读罗马书，我就扎心。”读利未记我也扎心，反正读到这个部分的我就扎心。我知道这么做不对，但是那个关系切不掉，我该怎么办？而且我已经许出承诺了，我说我爱你一辈子。女生对女生说我爱你一辈子，这份情感我会守住啊。然后她说：“牧师，我该怎么办？我觉得这个关系不对，他应该只是我的朋友，不应该是我的恋人。”我说：“孩子，你过来，圣经里面有一个原则，是有关于许愿的时候。”父亲可以除去女儿所说的话。我是你属灵的父亲，我是你的牧师，我要除去这个，我不应承，我不应承就可以除去。这个事情你爸爸知道吗？说我爸爸不知道。如果给你爸知道，你爸也不会应承的。OK， 我们来看那个经文，民数记。讲到许愿。牧师看一下，帮牧师找一下许愿有关于许愿的经文。哎呀呀 ，sorry， 民数记30章5节，我们看民数记30章5节。OK， 对了，民数记30章，我们来看许愿。跟你旁边说，丈夫很重要，爸爸很重要。
所以这边在讲许愿的时候是跟神立约哦。牧师跟你讲，你跟人立约等于跟神立约，所以呢，约很重要。但是竟然在许愿的当中、立约的当中有一个例外，就是只要父母亲不承认，哇，竟然可以不应承。我们来看这个经文 ，OK， 第3节。女子年幼还在父家的时候，若向耶和华许愿要约束自己，他父亲也听见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却向他默默不言，他所许的愿并约束的话，就都要为定。也就是说，这件事情你跟神立约了，你跟人立约了，而你父亲已经听见了，他默默不应承，他知道，但是他没有讲，那么这个就算为定 ，OK， 就算数。好，第5节，但他父亲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他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就都不得为定。耶和华也必赦免他。跟你们讲，神会赦免他。为什么神能够赦免他呢？因为他的父亲不应承。了解吗？这意思吗？好，接下来我们看第6节。他若出了嫁，有怨在身，或是口中出了约束自己的冒失话，跟你们讲，这个时候嫁人了，权柄在他先生的身上。第7节，她丈夫听见的日子，却向她默默不言，她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但她父亲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就算废了他所许的愿和他口出约束自己的冒失话，耶和华也必赦免他。跟你们讲，神要赦免他。所以你看见两个关系，两个层次，一个是他如果还没有出嫁，他的权柄在父亲的身上，所以他跟神许愿，他跟人立约。这个时候，他的父亲说，他父亲听见了说，不行，我不承认，我不答应。OK， 这不算，而神也会赦免他 ，Amen。因为他的父亲不应承。但是如果他听见的时候，他的爸爸说 OK， 我知道，但是我没有 say no， 那么这个时候神就说那就是应承了，而应承，那么跟神的约定就一定要守住，阿们。好，这个情况是这样，因为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大部分的孩子都来自于第一代基督徒，我就等于他们的属灵的父亲。所以当这个姐妹来到我面前的时候，我就问孩子，第一个，你父亲知道吗？他说我父亲不知道。我问，如果你父亲知道，你父亲会承认吗？会答应吗？他说牧师，我爸绝对不会答应的。我说 OK， 那我也跟你说，我是你的父亲，我也不应承。所以你跟他讲，我对你所说的冒失话，我对你所说的这个 promise 不应承，不承认。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我们所出的约定好像一定会错咯，但是这个时候神说，我也不怎么样，我也要赦免他，因为他的爸爸不应承。了解牧师意思吗？这就是为什么在两性之间，男生比较理性，女生比较感性的时候，在圣经里面讲到，你们当妻子的要爱你们当妻子要顺服你的丈夫，而你们当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跟你旁边讲，丈夫要爱妻子。这是哥罗西书说的，我们看哥罗西书第3章。好，这是有关于 OK。好，牧师讲这个结论。所以我们这个姐妹呢，就因为这样子，她断开了同性恋的灵。所以他就离开了那个同性恋的那个匣子 ，Amen， 进入正常的生活。所以同性恋原则上是可以破除的，只要他愿意活在神的真理里面，同性恋是可以破除的。哈利路亚 ，Amen， 用掌声献给耶稣啊！哈利路亚，有，才刚辅导一个而已 ，Amen。接下来我们来看哥罗西书，讲到夫妻的关系。哥罗西书3章讲到你们当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OK， 3章18节，翻到了说阿们。OK， 18、19一起念一遍，起。继续。好，两个原则，第一个，妻子要顺服丈夫；第二个，丈夫要爱你们妻子。好，现在两个人要婚前辅导了。来面前，陈牧师，我们要准备结婚了，说很好 ，brother。你为什么要娶她？哎呀，伊足骨力的呀，足体贴啊，足殷勤啊。我若等下想到我的房间遐尼咧乱，这个某带回来，安尼我的房间就该清气啊。她不是女佣，什么态度啊？知道吗？呀、brother， 我问你，为什么要娶她？优点都讲完了。我说圣经的原则是这样，
这个太太是娶来爱的，所以如果她嫁给你之后不殷勤，也要爱她。了解不这意思吗？我为什么要娶她？因为她长得美丽。嫁给你之后不美丽怎么办呢？嫁给你之后脸上写着黄怎么办呢？就不爱她了吗？所以这就是外表的。重点是丈夫娶太太是娶太太回来爱的，这就是神的原则。阿们。当中做丈夫的，为了要做丈夫的，跟你旁边的男生说，你为了要当丈夫的，请记得这件事情。太太是娶回来爱的，不是娶来做苦工的。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不要苦待他们，了解吗？跟你旁边讲，这是神的话，要活出真理。牧师的好朋友，高中的好朋友，非常好的好朋友，他们家开杂货店，他家是就的这个男生，我们非常好，所以那时候我们去他们家吃东西都不用钱的，因为他们家开杂货店，呀。但是偶尔他会抱怨，他说：“我感觉我怎么上回上个做烦的呀？我讲不要紧啦，这处理的事业，后面就是爸爸妈妈教你的啊，你要认真啊，要温困啊，要骨力啊。有时候我们会去帮他到送货就对了，帮忙就对了，这样。结果呢，有一天他就跟我说：“我已经决定啊，我找一个某等来上回，不要啦。”你怎么这个想法呢？某是带等要听，不是带等要上回，我不管啊！我找一个某等来上回就对了。结果过了不久，我就收到喜帖了，真的娶太太了。然后呢，过了就娶太太回来之后，很开心的，我们就去参加他的宴席啊。然后我就提醒他说，千万不要找过去想的那个想法对待你太太啊。结果他还是那个叫做内在意志，了解吗？而且是非神意念，不是来自于神的。然后他就是开始叫他太太上回，结果有一天他太太受不了，就说：“你娶我，怎么是娶我听完？你娶我是娶我等个上回，你娶我等个上回，你嫁一个人去啊！”就跟他离婚了。所以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因为他心里想：我娶太太为了送货啊，他心里的啊，所以就带来那个心里所想的后果。我就早就跟他说了，娶回来要爱的，不是要送货的。跟你旁边讲，太太娶回来是要爱人家的。也就是说，在神的创造里面，为什么一个女生会嫁给一个男生？简单，就是他嫁给你，就是你要爱他，知道吗？我这样讲，你有没有听见哦？有听见，很好，感谢主，哈利路亚。婚前辅导的时候，我会跟姐妹说：“姐妹，你为什么要嫁给他？”他就很幽默啊。他婚后不幽默怎么办？他就很会玩啊，带我去玩啊。婚后通常都不会带你去玩啊。我怎么办？我说圣经的原则只有一个，这个男生你觉得可靠吗？你嫁给他，圣经说你要顺服他，你愿意顺服他吗？大事小事由他负责，他决定。当然他可以授权，你也可以提供意见。但是他是有决定权的，因为圣经说你就要顺服他，你愿意吗？好为难哦，他顺服我比较好，不要这样子哦。圣经说，当姐妹的、当妻子要顺服你的丈夫啊。所以，如果你们两个以后不吵架，不是我说的，之所以能够不吵架，是要进入神的原则。神的原则，做丈夫的就是要爱太太，知道吗？做太太的就是要顺服丈夫。另外一个顺服原则讲到就是尊荣。尊荣你的丈夫，要由心里面来欣赏你的丈夫，要称赞你的丈夫。所以在座当姐妹的，跟你旁边讲，要常常对丈夫说好话，说鼓励的话。牧师在婚姻辅导里面，伤害男生最重的一句话就是没有用。太太就说：“你没路用啊，你讲到最终都没有用，你那是没路用。”结果丈夫很难过，他来跟我说：“不是，我这个婚姻刚刚要继续下去。感谢主，你是权柄，你可以决定。他说没路用的时候，你要废去他口中的话。阿们。他口中所出的那个话不合神心意的，你就要把它废除。阿们。这就是为什么神创造男生跟女生的时候，给男生比较理性，给女生比较感性。而且如果女生比较感性的时候，你要知道，女生比较感性表示她的对事情的反应会比较强烈。男生比较理性，对事情的反应没有那么强烈，所以如果你太太发飙的时候，千万不要太诧异，因为她是非常感性的姐妹，
了解吗？所以呢，他那个怒从胸来的时候呢，在那个厨房在炒菜，锵锵锵锵的时候呢，说太太，你当个锵啊！这时候有锅子丢出来的时候，你被打到说太太，没个胆啊！为什么你这个表现？跟你们讲，爱太太，这就是为什么男生比较理性的原因。这时候你要想到，你在神面前立约，对我是我太太的头，我要爱她一辈子。不是因为他炒菜锵锵锵，我才不爱他；他炒菜锵锵锵，我还是要爱他。连锅铲丢出来，我也是要爱他；菜刀丢出来，我也要爱他。那就是你的决定，那个就是内在的决定，合神心意的决定。因为你比较理性，了解吗？太太比较感性，所以太太情绪比较不好控制，你的情绪比较好控制。所以遇到太太情绪比较不好控制的时候，你依然要非常的爱她。那样子的时候，这个家就进入到神的计划。这个家是像伊甸园的计划一样，是欣喜快乐之处。阿们。牧师非常爱慧敏牧师的。牧师有一天，我的太太呢，慧敏牧师呢，她是一个非常爱清洁的孩子，或者是爱清洁的姐妹，或者是说爱清洁的牧师，她也是牧师。大概呢，我们婚后呢，到现在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她一定会拿着那个拖地的吸尘的那种，那拖。有时候她还会跟我说。你不学习我弟弟吗？我弟弟很少坐下来的，他只要有空都会拖地。我想说，主啊，我有空我灵修了，好不好？我祷告啊。有一天呢，他在拖地，牧师在休息，我已经很累了，我躺在床上，然后我看到他在拖地，说：“太太，来休息了。地板那么脏，你怎么可能睡得着？”我心里想说，地板哪有脏？结果就在他拖地的时候呢。那时候牧师睡觉的时候呢，脚没有盖到棉被，脚露出来，被他看见。牧师起床，我说：“太太，现在很晚了，我要睡觉了。”你起床，我说：“我起床做什么？你的脚那么脏，你可以睡得着吗？”我说：“主啊，我脚那么脏。”我起来看我的脚，一点点，你知道吗？有时候这是清洁的那个角度，了解吗？一点点屑屑，那个如果一般来说是察觉不出来的，知道吗？我心里想说，我脚根本就没有脏，躺在那边继续睡。你知道牧师非常爱真理的，这时候我的慧敏牧师就说出神的真理了，你知道吗？神说床地不可污秽，是这个解释的。不是跟你说床地不可污秽，是有关于那个床地跟那个性关系的淫乱的关系。但是那时候他就讲说，我真的是，我就跳起来了。这事情不能解释，但是他这样子讲，我就说好，我起来。于是呢，我就在走在那个洗手间的路上的时候，我就跟神 argue。主啊，你看这个妇人。这时候神的真理又回来了，他说：“儿子，他是你的帮助。”哈利路亚，阿们。所以神呢，神这么说了，因为神他太太是我的帮助，是圣经说的。因为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于是神就造了夏娃成为他的帮助。所以神的真理是对的。OK， 我就去洗脚，然后就给我帮助看我的脚，我有洗了，很干净了。但是你知道吗？太太真的是你的帮助。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家的清洁水准就提升了。哈利路亚！用掌声献给耶稣啊！讲慧敏牧师第二个习惯，他拖完地之后才会去洗澡。有时候很晚了，我在睡觉了，他1、2点还在拖地。这时候呢，他洗完头发。出来叫我起床，起床。我说：“太太，现在我要睡觉了。”他就说：“圣经说要顾惜我的身体。”我现在头洗得那么湿，我如果去睡觉，我一定感冒的。起来顾惜身体，好，就起来吹头发。2点多帮师母吹头发，阿们。这就是见证，活出真理，阿们。
因为神说你要照顾你的太太的，要顾惜的在哪里？请看以弗所书，哈利路亚，丈夫，不要太太叫你起床你就说冲上，千万不要这么回答，要温柔。什么事？哈利路亚。以弗所书第5章，哈利路亚，29节、28节。以弗所书5章28节，翻到了说阿们。28节跟29节，大家一起念一遍，起。继续，总要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跟你们对太太要保养顾惜，阿们。如果我们能够活在神的真理里面，那么夫妻的关系就非常好。牧师前段时间解决了一个家庭的风暴，因为我们教一个弟兄太卓越了，他是一个工程师，应该是对工程师，他在工程那个叫建设公司上班，太卓越了。他们的老板在大陆接了非常多那个叫做建筑的那个叫做案子，他是整个公司老板最放心的一个员工。于是呢，就派出去中国大陆，一去1个月里面2个礼拜、3个礼拜留在那边呢。之后回来1个礼拜，在家的时候又有台湾的案子。结果呢，他回到家还是第一件事情，竟然忘记要先抱太太。事实上，她丈夫对太太第一件事情，你如果表达对她的爱，就是常常拥抱她，要常常对她说：“太太，我爱你。”你过来，你来了。牧师跟你说，到现在我回到家第一件事情还是抱太太，先到那边。然后呢，你想象啊，你是牧师，你刚从那个外面回来，你要说太太我回来了，抱抱。我在这边炒菜哦。做什么还不赶快回来啊？都回来了，要不赶快抱一下啊？哼，一定不爱我了。去问你们的认真，回来连我抱一下都不行，知道吗？啊，回来，抱一个，快认真抱啊！讨厌。牧师跟你说，这么做的时候，你的太太心就被你买了，知道吗？因为她是非常感性的，你只要表达行动，那个爱的举动一出来，她的吸收力很强，所有的爱就吸收进去。哼，真讨厌。然后呢，你就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了，了解吗？你就去做任何事情，他心里面就那个爱被满足了。现在这个弟兄不是啊，回到家，电脑就跟他招手，来，你来，不行，牧师说要抱太太的，快点，你工作做不完哦，快点。电脑跟他说完，然后你回到家，太太看他，太太陪2个孩子在那边写功课啊，太太我回来了，就进去房间了。然后开始做公司给他的作业，开始要做工作，这样连续2个多月。他太太跟我说：“牧师，我为他生了2个孩子，我现在没有过去那么漂亮了。他现在去大陆一次就2个3个礼拜，回来连碰都不碰哦。他是不是外遇了？我说那么严重哦，我要跟他离婚。我说哦，这事情很大了，就来牧师馆了。我说 OK， 打电话等等。说 brother 你还好吗？说牧师我很好啊，现在。”神很祝福我啊，事情都很祝福啊，我也祝福我老板啊，而且我们家都很不，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你到底知不知道状况啊？尊夫人现在在我们牧师馆啊。他说去牧师馆做什么？他要跟你离婚，我不会离婚的。那时候我的妈妈说不可以娶她，我还是硬要娶她的，我爱她，我爱她的，我那么努力都是为了爱她的。问题是他现在来到这边说要离婚了，怎么办呢？他说。那怎么办？我说明天你来过来，明天来这边啊。今天晚上你下班就赶快过来了。好，牧师我知道了，就过来了。我说孩子你还好吗？发生什么事啊？他说就忙啊，就那个。我说忙不能忙成这样啊，太太要安慰啊，爱啊。太太娶回来不是活动家具啊。活动家具就是你回来看太太留在那边，她动来动去就照在就好了。
有时候家里面电视不见，他会发现呢。等息让而已。太太出去了，都忘记太太出去了。呀，好，总而言之，我说弟兄应该怎么办啊？他说牧师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我说这样子好了，你跟你老板讲，这是一个非常表现卓越的弟兄，我就跟他一个建议，你去跟你老板说，老板，我今天之所以那么认真、那么努力，会那么卓越的原因，是因为我太太。现在我的家，如果你这样子继续派我去中国大陆，我这样子去花那么多时间在那边，我的家庭都快破碎了，请你让我能够调整。现在派另外一个同工让我一起过去，我教他 present 呈现介绍，不要再我去了，我最多只能去1个礼拜，我3个礼拜都在家照顾我的家人，陪我的太太，我要爱她。你要给我这样，如果不行没关系，我辞职。但是我非常乐意祝福你，我非常乐意在这个公司效力。我说你去跟你老板讲，好。他说老板，我之所以会表现得那么好，是因为我有一个爱我的太太，我有一个非常支持我的家。现在你这样把我派过去一次就2个礼拜、3个礼拜，我的家都快不保了。所以再这样下去，我就没办法那么专心的能够为你效力。是不是可以允许现在派一个同工跟我过去，以后就 present 或者介绍，或者是怎么样呈现，由他来，然后我多一点时间留在台湾照顾我的家。那时候他要说，牧师，如果我的老板他如果 say no 呢？我说孩子，你无论到哪里都是祝福的管道。如果这家建设公司不用你，下一家用你的公司就是蒙福的公司。阿们。因为你是走在神真理的人，因为你走在神的真理，有耶和华与你同在。牧师要说，就像约瑟一样，约瑟在波提法家，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手中所做的就凡事顺利，尽都亨通。而且神借着约瑟所做的，就祝福了波提法的家。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无论在哪里，你就是祝福的管道。你在你的职场绝对是你老板的祝福。哈利路亚！跟你旁边讲，你是老板的祝福，你是祝福的管道，因为你爱神。阿们。这个跟他老板讲完，老板说 OK， 哈利路亚。所以呢，公司的部分也解决了，家庭的部分也解决了。阿们。所以我们要说的是，这就是神的原则，活出真理。重点就是你愿不愿意神这么说，你这么做。当神这么说，你这么做的时候，神的话语就带着能力与你如影随形。你无论到哪里，你会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出也平安，入也平安。像申命记28章，在你生命的祝福就会呈现在你身上。跟你朋友讲，你是蒙福的。我们来领受神的祝福，活出真理的应许。申命记28章1到14节，最后的经文了。哈利路亚！有没有收获啊？有收获的把手举起来。阿们！用掌声献给耶稣。阿们，阿们！归荣耀给主。哈利路亚！申命记28章，就是牧师在说活出真理的时候，神要给你的祝福。申命记28章1到14节，翻到了，大家一起念一遍。翻到了说阿们。还没有都翻到了吗？每一个人都翻到了吗 ？OK， 好，大家一起念一遍。起，停，念神的话要认真，要大声。一遍，起。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就会蒙福。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爱我。我相信，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没有任何的事能够让我与你的爱隔绝。我相信你对我的爱会如影随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得到救恩，我的生命不再一样。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从现在开始立定心志，要活出神的真理，让神的真理成为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要紧紧的跟随神。亲爱的天父，将你属天的祝福、属天的应许、属天的恩惠带领我前面的道路。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是属耶稣的。耶稣基督来，要叫我得生命，而且是我的生命更丰盛。从现在开始，我已经得到这丰盛的应许，我要向丰盛迈进。谢谢主，赞美主，祷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大家一起说，用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活出真理不难。你如果能够活出真理，第一个花时间阅读神的话语，而且当你有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愿意谨守神的话语去做。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听神的话语的那个听是小帽儿，小帽的意思是听从，不是听看看，不是听参考，而是我听了以后，我看了以后，我领受以后，我就要去做。阿们，我就照着神的话语去行。当我这样子行的时候，神的话就成为我脚前灯，路上的光，而神的路径就会有自由，而我这一生就会蒙福。哈利路亚！跟你们讲，你是蒙福的，天父非常的爱你。在这种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来来来来。